嚟到2026年，屬雞嘅朋友喺馬年嘅運勢整體相當唔錯，有太陰、紅鸞、太月三個大吉星助力，可以話係事業愛情雙豐收嘅一年。我哋馬年呢有3粒吉星照住，一個係太陰星，代表係女性嘅貴人同埋女性嘅長輩。如果屬雞嘅朋友係做同女性相關嘅生意呢，馬年嘅生意將會更加興隆，會係財源日漸豐厚嘅一年。同時，身邊嘅女性嘅長輩都會為你加油助力，提供有力嘅支持。咁而紅鸞星呢，就代表係會有正緣出現同埋有喜慶嘅事，可以拉埋天窗啦。單身嘅朋友喺馬年好有機會揾到你嘅正緣，並且順利結婚。而已婚嘅朋友呢，可以同伴侶嘅感情都會越嚟越好。有對象嘅朋友今年記得把握機會攞證結婚啊！第3粒吉星呢，就係天月貴人星，係一粒最大嘅貴人星，可以等你人見人愛，事事順利。喺職場同埋事業上面，時時都有貴人相助，做咩都得心應手，事半功倍啦。馬年呢都會有2粒凶星要注意，一個係貫索，代表官非訴訟、口舌是非等等嘅小麻煩。所以呢，我哋要同人合作，記得做好文書嘅約定，數目要分明。其次就係勾神，會令你容易開小差，唔專心。但係因為屬雞嘅朋友有3粒大吉星照住，所以凶星嘅影響都係好少嘅，問題唔大。整體嚟講，屬雞嘅朋友喺馬年情場職場兩得意，記得要同女性嘅長輩交流做朋友。你嘅財富同埋人緣桃花，分分鐘就係佢帶俾你㗎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